来宾，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黄飞凡哥。黄飞，嗨，你好，做边啊你好，黄飞鸿啊吼，新歌啊，不是啊，唔是黄飞鸿，谢谢。吼，啊，主要今日要甲咱唱歌啦吼，啊，这上重要啦吼，啊，有了解无了解伊的歌人请举手好不？啊，陈依听讲较袂样啦吼。我袂晓听。第二歌呢？福建歌。福建歌，小看。我知一个。啊，一条，一条歌。是倒一条西洋骨头歌。车站哦。起码这条特别介绍给你，这首歌是黄飞最红的一首歌，经典哦，叫《非常女》，非常好听耶。早期这个是布袋戏的主题歌了，黄飞就因为这首歌而红的嘛。是啊。好，非常女来，老师拜托。谢谢。缘投无啥物意见，有钱的读一边，看来看去也是有欺骗人较介意。红爷，请你将我爱的情吹向天边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。这条歌当时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啦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才向前冲，我不，你来过，去才向前冲哦。这个又好不？好，这个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。好，差不多上期来，谁按？红爷，请你将阮爱情吹向天边，我心我最爱情该痴情的伊。哦，水哈，好，几位可以得1分了哈。放弃国语太好了，你唱台语比较好听，台语市场双声带耶。对呀，真的。对嘛？那你干嘛还跟秀琴一起呢？不是他拖累你啊，你一个人就好了。所以小贤讲说你要放弃国语，但应该放弃歌声，好好去主持节目就好。唱的真的不错。好，继续来，黄飞。一阵风一句话，一滴汗水一份情，用真情变痴的光，比花蜜较甜。你问我住伫底，我住伫马里隔壁。唱什么？我没有画了，没有。好，今麦前没有，我是住在玛丽隔壁。因为那个音上去就一定要这样唱。对，你问我住多位，我住在国语的玛丽。玛丽啊，我无咧跟你妹哦。玛丽隔壁，哈。哎呦，对哦，伊头拄仔才应该甲我写英语，我就人就袂讲我咧甲你妹啊，对不？是，无人听开你讲妹啦。我会惊死我。我住在玛丽隔壁啦，吼。啊，当然这句唔对啦。啊，不过你咧唱歌拢无感觉啥物，好真水哦。那个花莲那个太马里隔壁是都兰。对呀。那高雄隔壁是哪里？对呀，这他讲没错啊，在那个大南桥旁边嘛。对啊，真的啊，就是有一条桥，就真的叫大南桥。对。大南桥旁边就是都南呐，都南旁边就是太马里呀。你这个朋友以后要少跟他接近。不会啊，他好可爱。好，谁能够唱出正确的呢？景文，又是景文啊。为什么不让白欣慧来唱看看呢？我一起看嘛，第一名啊，我让给你。好，可以。我自己还唱给鬼。你在绕口令。来，景文来了，景文来了。短短的感情路，可是千万年。哇，对，赞。我刚才是在玛丽隔壁较好听。玛丽真有趣，较好听。好，继续来，景文又得1分了，2分了，好厉害。好，赞。缘投无啥物意见，有钱的读一边，看来看去也是有 LP 的较介意。
一句了，根连本台有什么稀奇咧？有钱那个踢一边，看来看去嘛是有 LP 的，咱看较介意啊，你害羞，好啦，都本意思啊。对，好，唐玲，好了，我要唱正确的啦。看来看去也是有欺骗的人较介意。好，是，唐玲得1分。红呀，请你将我爱情吹向天边，花心好醉，也试不该情意的意。一阵风一句话，一滴好就一份情，有糖尿病的人放尿比你较甜。好厉害，讲什么啊？一阵风，一句话，一滴雨，一份痴。有糖尿病的人放尿比你较甜啦。真的，这到底谁改的很好？太好听了，这是医学出来还不是那一群神经病的制作人。要有医学常识才能改成这样哎。你有喝过吗？因为我们有教大家那个风水尿疗法，然后就是有一个朋友，他就用那个尿疗法，一个罐子放在门后面，结果突然隔2天，那他那个罐子全部都是蚂蚁，哎呀，他才知道原来他有糖尿病。啊，这句话好，有谁知道正确的 ？No。用静静编织的梦，比花蜜较甜。虽然卡来卡去，但是嘛是过关，比会较甜。好，继续来。感情路，欲是千年。一般台语咱咧唱这句是确实千万年，伊叫曲诗千万年哦。有不一样耶，就是要那个为了要迄个台语假音，哦，较好教后边的年较好唱。哦，不是用确实就是你若确实就会加到，我会卡掉音呢，对，卡到意思，不是卡到音，是卡到音。哦，不是卡掉音呢，不是音呢，卡掉音呢，我就卡了解，因为那个符咒哈，有符咒有很多种，还要来看风水了，给老师啊，慢慢在讲。好。